台中市政府因应着过年加强防疫，特别来发行着全国首创的客停车消毒大纸。司机只要伫指定的时间，把车驶到指定的地点来消毒，就会当来打这个大纸。市长罗秀燕早起嘛去看这个消毒的状况，呼吁司机要按照着公路总局的规定，每6点钟，家己嘛要甲家己的客停车消毒一届。 驾驶座、后座甚至是后车厢，全部拢要消毒，就会使打这张台中市政府首创的消毒大纸。甲乘客讲，这台车伫交通局的干道已经有消毒过。我们进行本市8500台的进车大消毒哈，那只要一经我们市政府在这边消毒完成，我们就会贴上本车已消毒的这样一个贴纸。那我们的乘客，那大家可以安心的搭乘。市长罗秀燕讲，因为存在防疫，会甲全台中8000多台客停车和多元化客停车，伫2天内拢消毒。嘛要求司机照公路总局的要求，至少每6点钟要消毒一摆。为乘客下车的时候，就会在乘客经常触摸的地方，用次氯酸水或是用酒精，我们再喷洒。 除了台中运输，台中市卫生局嘛到大卖场实测防疫措施，检查牛猪肉敢有莱克多巴胺。测试结果包括 Costco、大买家、牛猪肉拢无莱克多巴胺，包装嘛拢有照规定标出产地。都还没有查到说有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或者牛肉。 卫生局强调，春节期间要是派人来稽查，若是伫牛猪肉验出莱克多巴胺，不管敢有超过中央的标准，拢会伫网络顶公布。